安局禁毒處呈獻，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頒獎典禮現在開始。作為2026年最潮嘅語，我哋留意到大家將禁毒口號變成創意無限嘅作品，所以呢個頒獎禮會表揚當中最突出嘅創作者。而今次禁毒推廣首創將宣傳口號配合埋舞蹈，所以第一個獎項聽我講最佳動作演繹獎就梗係由禁毒舞步嘅創作者，即係榮譽禁毒專員郭富城先生宣布啦。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最佳演繹獎嘅得主係水水，有冇嘢同人哋講啊？有啊，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對抗毒品一定要齊心，成班人一齊又講又跳，咁就最有型啦。所以聽我講，最有隊形獎，梗係揾最有默契嘅佢哋嚟頒獎啦。對抗毒品要點樣做？大家一定要有默契。聽我講，最佳隊形獎得主，恭喜你！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好勁啊！呢個好勁。好，咁好多謝評審啦，咁今次俾呢個獎我啦，咁其實我今次都好開心嘅。咁我依家咧喺深圳嘅滑雪場嗰度滑雪啦。咁點解我會有呢個概念拍呢條片咧？咁其實就係滑雪啊，同埋運動啊，其實都好開心，好容易令人哋上癮嘅。咁上癮就上啲好嘅嘢嚇，咁我多啲嚟滑雪啦，或者係做運動啦，咁其實都令到人哋好開心嘅，係啦。咁就最後聽我講。企硬唔剔嘢，多謝多謝。榮譽禁毒專員叫大家用最潮嘅語去打招呼，識得咁做就一定係最潮嘅人。而家有請宣布聽我講最正打招呼獎嘅嘉賓，寒戰劉傑輝嘅最佳拍檔，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唔係非常支持我哋榮譽禁毒專員嘅楊采妮小姐。聽我講唔剔嘢，最正打招呼獎係你。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聽我講，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大家好，我係鐘川，好多謝禁毒處頒呢個最正打招呼獎俾我。有時咧，人生真係太神奇啦！有時拍下膠片咧，唔知做乜就會有呢個獎狀。不過多謝禁毒處，令到我推動我繼續拍片。有時候人生就係你估唔到，無啦啦拍下膠片就會有呢啲，所以我會繼續努力。同埋記住，唔剔嘢先係最型。作品如果可以令人估都估唔到，一秒入魂，印象深刻，咁就一定夠晒勁。聽我講，估你唔到創作獎，你又估唔估到宣布嘉賓會係邊個呢？就係19次香港電影金像獎得主，今次佢唔係嚟攞獎，而係用你估佢唔到嘅方式頒獎嘅張叔平先生。大家好，我係張叔平。聽我講，估你唔到創作獎得獎者係年青人最好要嚟打招呼嘅。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好型喎，真係。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好型喎，真係。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多謝大會，有啲意外。多謝。跟住嘅呢一個獎係由數據說話，究竟邊個咁有影響力，能夠一夜間喺網上有超過60萬觸及率同50幾萬互動率，得到聽我講最強市場效應獎呢？就由專業市場推廣編輯 Karen 同大家宣布啦。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最強市場效應獎就係你。Eason 同 Stephen 喺金像獎頒獎典禮將禁毒口號發揚光大，變奏支持埋香港電影，仲帶領全場一齊做，立即變成網上熱話，媒體爭相報道，邊個唔知啊？呢個獎真係實至名歸。
嚟到最後一個獎項，聽我講最強禁毒宣傳獎。得獎作品唔單止要有超強人氣，仲要帶出強烈嘅禁毒信息，有非常之強嘅感染力。所以呢個獎嘅頒獎嘉賓就梗係好重視禁毒宣傳工作嘅保安局鄧炳強局長啦。聽我講，最強禁毒宣傳獎嘅得主就係你。一齊企硬，一齊企硬，唔剔嘢。第一屆聽我講一齊企硬唔剔嘢得獎者係由你講 AGS Cohort 5。多謝禁毒處，多謝評審。我冇諗過一條隨手拍嘅片可以有咁大嘅迴響。最後我要多謝郭富城，多謝同我一齊拍片嘅同學，多謝。恭喜晒所有得獎者，所有獎項都已經頒發完畢。但係聽我講，大家唔好俾佢停，繼續用最潮嘅語去創造唔同嘅內容。我哋期待你哋有更多估你唔到嘅方式去宣傳禁毒信息。